歡迎嚟到明耀置業，買樓揾明耀，富貴有榮耀。今日帶大家嚟東望洋新街附近睇個超筍嘅兩房盤。呢個單位係兩房一次配兩個大露台，總價先至百中萬左右，性價比超靚。罕有嘅全屋四面單邊，屋企日日都光猛透氣。隔籬就係洗手間，日常使用好方便。廚房操作台面夠闊落，日日煮餸高效又舒服。經典兩房間隔，動靜完美分區，無論係二人世界定係小家庭住，都啱晒心水。仲有雙露台設計，一邊可以晾衫，一邊整個休閒小角落，生活即刻有層次感。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隨時聯繫我哋明耀置業約睇。